第10章，我保罗就是甲恁见面的时阵是谦卑的，无伫恁迄位的时阵向恁是勇敢的。现今家己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考劝恁。有人掠做我是凭血气行事，我也掠做的确用勇敢款待这等人。求恁毋通互我伫恁遐的时阵有这个勇敢，因为我虽然伫血气中行事，却无凭着血气征战。阮征战的兵器本毋是属血气的，就是伫上帝面前有能力，通攻破坚固的营寨，将逐项的计谋、逐项阻挡人认捌上帝的遐个自高的事，一概攻破，搁将人所有的心意抢倒转，互因拢顺服基督，并且我已经有备好啦，等恁10分顺服的时阵，要责罚迄一切无顺服的人。恁是看眼前的吗？设使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伊就搁想，因怎样属基督，阮也是怎样属基督。主使互阮权柄，是要造就恁，并毋是要败坏恁。阮就是为这个权柄留啊夸口，也未到伫见笑。我讲这个话，免得恁掠做我写批，是要威胁恁。因为有人讲，伊的批搁沉重，搁厉害，到伫见面，却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这等人就想，阮无伫遐的时阵，批顶的语言怎样，见面的时阵行事也的确怎样。因为阮毋敢将家己甲迄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因用家己量家己，用家己比较家己，就是无通达的。阮毋愿意分外夸口，只要照上帝所量互逐人的界限，带到恁迄位。阮并毋是过了家己的界限，亲像交未到恁迄位，因为阮早到恁迄位，传基督的福音。阮无倚靠别人所落落的分外夸口，总是望恁信心加添的时阵，所量互阮的界限，就通因着恁更加开展，得着将福音传到恁以外的所在，并毋是伫别人界限的内面，借着伊现成的事夸口。总是夸口的，就指着主夸口，因为得着悦纳的，毋是家己学落的，就是主所学落的。